各位傳媒生活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生活頻道嘅節目 AI 主持 Alice。傳媒生活推出嘅每周超市優惠情報，唔經唔覺已經同大家見面差唔多1年啦。期間因為我外遊嘅關係，中間呢有幾個禮拜因嘅技術問題啊，節目一度暫停咗一段時間啦。喺呢度首先向一直支持我嘅觀眾致歉，未來我哋會繼續努力，加入更多精彩內容，以答謝大家嘅一路支持。由12月開始，傳媒生活嘅每周超市優惠情報將會推出全新版面，加入更多生活資訊，令每條片嘅內容更加豐富。當中仲會增設社區資訊欄，誠意邀請大家報料，同更多觀眾分享唔同資訊，一齊互相交流。希望而家嘅觀眾朋友繼續支持我哋之外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將本頻道推介俾身邊嘅親戚朋友，一齊享受我哋嘅製作。同時亦都非常歡迎大家留言，俾啲寶貴意見我哋，等傳媒生活可以健康成長，成為大家真正嘅老友記。